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8节。27节，耶稣甲伊的门徒去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乡村。伫路中，伊问因讲：“人讲我是甚物人？”因应讲：“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。”耶稣阁问因讲：“恁呢？恁讲我是甚物人？”彼得应讲：“你是基督。”耶稣命令因千万毋通对人讲起伊的代志。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：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互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，阁互人害死，3日后阁活。伊将即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，彼得就揪耶稣去边仔，甲伊责备。耶稣活过来看门徒，责备彼得讲：“撒旦闪开！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”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，对因讲：“要跟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煞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甚物利益？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，人若因为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，人子伫伊的爸的荣光中，甲圣天使来临的时，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。